本身的命盘有很强烈的摩羯的星群在天地，那其实你用强效保值性的东西都比较符合摩羯座的招财法。如果我们一开门就看到餐桌的话，那一家的小朋友，红色系或桃红色系的内裤，还戴夫呢，新的内裤，然后你开始许愿，我要发大财，我要发大财，然后丢下去，突然之间。三五六啊，冲啊，心路快乐，无中国的心酸，老年大擂台，老年强下啦！乡亲朋友啊，爱罗斯风啊，哎呀，新年太快乐哇！真的，容易发财。今天年初五啊，年初五做阳财神那个日嘞，哇！我相信当多人吼，啲国家一定有当多的小撇步，七家各啥，招财的招财方式，所以俺今天咩有抢到呢哈，特别来宾，是不是招财小达人？大家好，对，其他的分享，其他的每一天。但每一年，在家里要怎么样招财？但是这个招财啊，招财也不能乱招哦。有些会招财，有些会破财哦。对哦。看太起个逢事抽啊，唔抽，你点可以抢到转嘎类？转嘎类都还没天从，对啊，教导你们，来。你舒恒老师。大家好，我是舒恒，大家新年快乐！哎呀，新年好！舒恒老师，你客家人呀，我是客家人啊，我妈妈是苗栗遐的客家人。苗栗嘅片，苗栗地灵人杰啊，苗栗哪搭边？大湖啊，太湖哦，中吃婆的嘛。嘿，然后我妈妈也香螺诶，你妈妈香螺，哎呦哦，安尼可能500年前那个亲戚。我们唐山过台湾同一家人，我们在前的时间。不是，我们今天要有钱呢，要有钱啊！给你透露有钱的朋友啦。舒恒老师，我跟他在今晚开战吧那个节目，他常常来上啊，都完全都没有提到说他是客家人。但今天我以客家人为荣，真的哈！你看，今天揭晓真身了。是啊，客家人无所不在啊，没错，客家人赚大钱。哎呦，对。所以今天客家人哈，今年会不会赚大钱都要靠你了。哎，对，真的，我要告诉，压力有点大，对，要跟大家分享怎么赚大钱。好，来，好，麻烦老师了。另外一位也是客家人，但是Coco 米先生，对，感谢 Coco 米老师，大家恭喜发财。今天都要麻烦廖米先生啊，好，来对他们开示一下，开解一下，到底他们的招财法宝到底是对还是错？对哦，问题包在我们身上，包在你们身上，一定要做对的才行。你们会不会赚钱？客家人今年会不会赚钱，就要靠这2位老师了哈。对，欢迎廖米先生。好嘞，好，有抢到 TVB 来宾，TVB 俺吃到穿台前的啦，听超黑啊哈，家看到几啊，林冠群带来后堂的歌曲哦。好来。人生的坎坷路途，万人无数过来，成功是爱下载，失败莫想开，心跳冰向松慢慢来，大家都很应在。从前死起来，从前死起来，门一开，千手滚滚来。
本钱喽！我要2个，我要2个。哦，明星明星，哦，又赢高大的哦。该钱青斗啦。心头冰强松慢慢来，大家不会认错。从前思起来，从前思起来。离开，亲像滚滚来。大家穿来钱。哎呦，好呀！新年快乐，你看有穿钱，哎，那这里面发现很痛哎。啊，没钱啊！唔系，梗系爱本你保本来梗，地表都不用钱，爱本不要脸！哎，红包不要乱丢啊！不能乱捡哦，明哎，丢下去也不要捡起来。哎，没关系，我丢的你就捡。哎，罗哥要多丢几个。对，因为红包的表示一个红嘛，就代表喜气嘛，对嘛哈，这不穿钱嘛，太发财嘛哈，大家穿来钱，我又有意思，哦，很有意思，一门一开啊，钱就滚滚来，一开头都带来好彩头，冇错，冇错，真的嘿哈。对呀，你有乜个安尼乜个撇步？招财的方式，招财撇步。前一阵子啊，有一个指南宫有冇？哦，有指南宫啊，指南宫在竹山给片，竹山嘿，南投竹山。哦，那个指南宫真的吓死人。很多的加钱嘛，聪某。对，可以拜金鸡回来。是啊，不过我冇穿到千多钱，不过有该该拍摄该有嘛，就是尾款还蛮本来。半个月的时间哦，哦，就涌进来了呢。哦，你去拜完以后，半个月本来没给你，然后拜完以后半个月钱就给你。哎呀，个钱都会三捏2张捏按用按旧啊，不过压了。可是那个本来就要给你的吧？对啊，他们没给你是一瞬间进来。不过还有一个招财的秘方，还有一个秘方没有公开过的，是不是？因为你本来该千股的。哦，千股的。千贵哦，一撒送一只，哎，这看起来哦，很震惊呢。哎呀，了尾还有啦，青岛啦，哦，太假背哈，哇，千贵呢，太假背哈，看到这么多就不想拿了，去发一下，没有，它纯金的呢。哎呦，来，哦，你要比风暴还逗然后做的那个庙风吼，过香炉。哇，高雄路哦，要跟他讲日文吗？真嘅很风景诶，告诉你，迄基督耶稣该做的高个十字架，哎呦，拿十字架去高雄路呀。太假弄有乐队老师没有哦，现场没有哦。然后你本来诶，系吗？俺头牌有送一张本世军，拿世军就发胎出来了。你看你们拿的是黄框边的，对不对？对，我的不是，我的就是林高人冠群先生，在好几年前就送我这只金龟。哇，真金哦！有用吗？伊个时节就同来讲，我希望一只金龟的吼，暴风祝福。能够得到年度总冠军。哎呦，真的，一送还有，就真的就得到呢，真的帮我拿到。哎呀，那红框的还有吗？自己画，描红线。所以带转去啦，有领就会该千股的有领，无领就会较水啊。哦，领就领，信者就领，不信者不领。这个要到股位较细哦，细股位，小龟。你想说什么？你想要干嘛？你就吃加贡。你讲还有一个招财秘方，还有，你那个太多了啊！有钱人却暗用，真的。青岛该秘方，哎呦，真的，这个秘方说来听听。然后讲出有嘛该泥人招财法，泥人奶泥吗？奶泥，用奶做该人工诶，哦，系啊，有冇你做的用奶冇做一张人该形人工诶，你不用地该有没有？你水母该从床头啊，哦，你有100 K、500 K、1000 K 就做点，就压下去，压
用泥人把它压着吗？压该浅。但是问题，你泥人，你如果压在床头会塌掉啊。床头柜啊，做 CC 长的啦，哦，小小的 CC 该是啊，那你要怎么让它变硬？就不用滴该日头下有冇塞一点钟就，塞一点钟就塞啦，有缸嘛，然后故说呢你就打工啦，就做点名记。三拜，然后讲啊，就像有几个头做名嘛？做对哈。有几个我惊讶，有几个头名，叫我发财嘛。基本有带过来啊，了未？哦，罗哥顺通了。哇！就係你的奶銀嚇。係啊，奶銀啲了未啊？奶銀帶定來嚇。係啊，我本睇起個發財。我呀發財。哇！恰吉嘅奶銀。係啊，做的名記上下就許人家願望啊，假使你有實現該就做的就會大吉安樣。這個是整人節目吧？要打碎它，假使愛實現過，實現了。俺來6帶頭1年2、6、300俺有實現的。太少了吧？就做大吉耶。太少了。哎呀，到底這個方式對還是不對？對啊，我請老師來幫我們1到5分舉一下分數，看你這是對還是不對。好來，搶先生卡牌。哎呦，書涵老師是2分，還有分數。問題是還有分數，奇怪呢。哎呀，那泥人我覺得很疑惑。書涵老師的2分是給在哪裡？好，長相的啊，不是，我們持平而論。第一個就是指南宮，這個的確，我們大家都會希望說，我們跟土地公做好聯繫，因為土地公其實就是真的是財神爺哈。這第一個，這值得嘉許。第二個呢，這也是因為他廣結善緣給大家，這也是給他的另外一分。謝謝他這麼熱情分享。對，拿人手軟。然後呢，但是如果說啊，我們希望讓這個靈龜可以幫你帶更多錢回來的話，那書涵老師在這邊跟你分享，你可以去買那個朱砂，然後幫這個靈龜呢開一點光，就是在它的頭頂這邊點一個朱砂，然後再拿到土地公廟，好順時針哦，因為很多人在過香爐的時候是逆時針，那你工作這麼辛苦幹嘛？一定要記得是順哦，順時針過3圈。老師是不是還有分左右手？對，就是一定要順。那通常我們比較喜歡左手，因為左手大家覺得第一個比較乾淨。對。那為什麼其他的分數都沒有？就是因為那個泥人法。第一個啊，我們在開運的時候，我們會說有形就有靈，它是一個人，然後你再把它打碎掉。你覺得這樣好嗎？其實有點不好，對不對？有點可怕。這有點可怕，因為即便像我們有時候許願，不是會有那個俄羅斯娃娃嗎？那俄羅斯娃娃許願成功了，我們也不會把它敲碎啊，還是讓它好好活着，對不對？對，希望它能夠為我們源源不絕帶來好運。所以我覺得這個方法有點可怕。還有再加上呢，床頭也不適合隨便放東西哈，因為床頭它其實很靠近我們睡覺，而且我們長時間休息的時候，它是跟我們是很接近的。所以第一個呢，書涵老師在這邊跟大家分享哦，哈，床頭不能放什麼，像佛經啊、佛像啊。對，為什麼？因為其實睡覺有的時候，你不止睡覺嘛，對不對？那個床不止睡覺，做其他的事情。對。如果你放了，有時候會聊天，對。那如果放了，對。那如果放佛經佛像，其實不是那麼的恰當，哈，這是第一個。那有不敬的意思。對，有不敬的意思。然後再來呢，也不太適合放很大的照片，像大家那個婚紗照很大，放在那個其實也不好。真的有個重的標啊，對啊，然後也不要放那個很多這樣一整排的那個娃娃，也是盡量是不要。所以呢，想要賺錢的人，第一個床頭要保持乾乾淨淨。為什麼？就要讓你的思慮清明。對，想得對，想得遠，才會賺錢。還有你 Coco 米先生，Coco 米老師從占星的角度來講，是為什麼3分？冠群本身的命盤有很強烈的摩羯的星群在天頂，那再上你的2宮是金牛，然後金冥合相落在8宮這樣子。那其實你用烏龜是正確，因為龜殼或硬的長效保值性的東西都比較符合摩羯座的招財法，所以就跟電視機的觀眾講，如果你本身是一個很摩羯特質的，那種長時間，比如說大公司出版的那種有品質保證，又是那種100年公司的那種商品，
会很适合作为你的开财的方式。那只是你泥人，我跟舒媛老师的观点一样，就是泥人其实你把它敲碎，那就失去，因为摩羯座强调那种要有硬的。然后有规范的，就是有硬的东西。如果有一些具有时间感跟地位感的物品，也很适合，不一定要贵。比如说手表或者是时钟等等，都很适合。就是命盘有摩羯座特质的人，就是当做开运的方式。哦，了解，好，这样知道了哈。以后不要乱敲泥人。这个龟的头啊，对呀，要点朱砂哦，挑档啊。不过你送的龟头有点小，还是你要大一点的。你帮我特别定制好了。好恐怖。哦，哎呦，关群有了解吗？有哈，泥人那个不行啊，嘿。哦，不管怎么样，嘿，希望你今年都能够顺顺利利发大财，好不好？好 ，OK， 好，安子 say， 好，来，拿掉了，拿回去。生意啊，对，好大方，还有赚钱，你看松本太情感，哇靠，好棒哦！这个买回去要放着，或是放在皮夹上面，对，里面也是觉得会让自己招财，会开心嘛，哈。黄金，沙下来，王一涵带来荷塘的歌谣，好来。击破天，画出希望的生命线，万事俱备，难测的岁月，留下陈旧的痕迹线，刻画年代的成表线，映入眼帘，青春的永远，重量习惯天真无邪，朝思暮想世外偏偏，理想境界，向前，好像深夜。跟两位老师介绍一下哈，这是我们客家最新的金曲歌后，对，真的很好听哎，而且金后堂吼，真的好听，而且很有生命力。是，什么欣赏？这创作型的歌手，对，这个也是金曲歌后，对他比较大只的金曲歌手，对，舍我其谁，独一无二。这是有什么招财撇宝用？可以分享一下。好，小分享一下，就是因为我平时的那种财运其实都蛮平平的，对，平平的。然后我在就进门，进门的那个45度的，其实就是很平顺就好了呀，平安的，对啊。其实人生你要追求什么，就是对，反正就进进出出的嘛 ，OK 的，够用就好。哎呦，进进出出，钱财啊，进进出出嘛。又会让我想歪，真的没有正过。好，我们回来，就是我在那个门口的45度角啊，会放一个盐灯，我照片，切嘎布卡，有，那个亮亮的感觉，对，旁边还有一个招财
招财猫，然后旁边还有一个黄金猪公。里面对，里面有放88块，代表发发。你放蛮多东西的。对啊，还有招财猫，还有财神爷。对，跟笋红还有给嘛念珠嘛。对，佛珠。对，什么时候开始摆的？其实没有很久因为也是出社会之后才开始觉得好像需要招一点财这样。对。摆了以后有什么对你有帮助吗？就是希望可能。不知道位置可能要再挪一下吗？对，吃很定了今后啊，因为他其实现在越来越多人关注他，发通没青斗，对，从金曲奖过后，对，真的，所以是有帮助，是，所以你是在45度角就对了，对，是45度角，好像是这样子哦，听说就是进门口的45度角，45度角，对，45度，来，到底这个到底是对，这个方式对还是不对呢？抢欣赏卡牌，好嘞。哎呦，分数还蛮高的，7分3分，舒恒老师给4分呢。为什么给到4分？给到4分，第一个是因为他是金曲奖，看人给的。但还有一个就是他这个做到，他诚意有够啦。但是有一些小的 people 呢，舒恒老师在这边也是要跟你分享。第一个那个财神爷啊，我们还是比较希望是真的是从庙里请过来的，因为不是说自己可能去随便买的。因为第一个我刚刚还是有强调，有形就有灵。如果像财神爷或者是像有那个形体的放在那边，如果他没有正式的加持过或开光过的话，有的时候会被不小心路过的小朋友住进去。那这样反而不是很好的事情。所以我还是会建议说，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是到财神庙把它请出来的，这样效果是最好的哈。然后再来那个金珠铺满也很棒。那如果说你可以用一个红纸条，里面写上你自己的名字跟生日，然后塞进去，效果会更好。对。然后再来就跟大家分享一样，出生年月日就对，把它放进去。对，不用一，不用一，然后一起发，这样子会更好。那再来呢，也是分享一下就是45度角的故事。对，很多人都会说啊，开门45度角，可是其实45度角是有讲究的。如果你是这样开的门，它的45度角在那边，是在左边，右开，对，右开门在左边。那如果是左开门的呢，那它的45度角就是在右边。对，那有的人就跟我说，老师，那如果这样的话，我就双开门。双开门是不是？对，双开门的话，我是不是就是两边都是我的财位？那当然这样没错。可是呢，这要你家的客厅要够大。如果你的客厅不够大，你是双开门的话，那就是最标准的漏财。对，所以呢，这都要刚刚好哦。那双开门要怎么办？放一边就好。就双开门的话，如果你家真的够大，那财位真的是2个角。好，但是呢，这个也要你客厅的坪数够大，不然你双开门，你看那个。因为在我们开运，就最重要叫藏风纳气，你要把好的气留在家里。你双开门一开，你什么都出去了，所以我们才最怕这一种。门一开，钱就滚滚来，没有爱看火，钱就滚滚在，钱出去，钱4角人2角呢。对，所以这个门的艺术大家要把握好。这个还真的，我没骗你，我家就是双开门的，真的。但是那个门客厅够大。客厅够大，所以但是那个门我如果开一边的话，就是还好。对，我有一阵子我想说，常常开一边，我就把2边门开。那一阵子我跟你讲，亲朋好友一大堆，几乎这1个礼拜都要来好几天。我还以为是来跟你借钱。就是你会觉得来招待那个就是会花钱嘛。亲朋好友来，你就是会花钱啊，请客啊，喝酒啊，什么就是一大堆。所以因为我哥也本身也有稍微学一点这个东西，他说你做不得呢，跟门都关一边关起来，对，关了以后就没有人来了，就没有亲戚往来了，尽量不要往。都有很多的细节，真的，什么欣赏是，好，谢谢，希望你今年也是一样哈。金曲奖，加油！金曲奖，再来一座对，去年没得啊，今年一定得，加油！是，但我也要报真的啊，一人一个，哇，那就这个哇，但是我还没写出来，那竞争就很激烈了哈。好，沙哈了，还蛮呢，孟欣怡带了我唱的歌曲，是。
家里面这个鱼缸的位置非常的讲究哦。第一个呢，这个鱼缸不能放在神像的下面，因为这个见水化财。第二个呢，不能放在炉灶的正对面，因为会水火不容。对。然后再来呢，不能放在你。诸多俩家卡住，几多人台前面，晒得爱嘅烦忧，看看改的声音，快樂對人撒嬌，歡喜貼點皮球，愛着總係味道，夢想更大嘅話，讓人實現嘅話，總係冇停冇錯。想退休最後界，所以簡簡拖拖，夢了本心的微弱。當你心情帶落手，看到你嘅心跳，當你無法逃走決定，就先穿橋去。讓你生命一冒險地把某本指引。风涌健康，堂堂街的聲音，快樂街道最高，放下腳步，斷橋的心田。露出这种笑声是什么意思？勾一啊，让你们两个慢慢聊。我今天想要来学就是招财的方法。是啊，你自己没有什么招财方法？有啊，我的招财方式呢就是钱母生财法。钱母这个很普通啊，这哪有什么？这个每个人都钱母是什么？钱母就是比如说1块钱。没有，我的很多张。你青斗要青斗要我帮你拿吗？要5色。你要准备5种颜色的钞票，那红色的100块，然后什么绿的200、1500，对，200、500、1000、2000，这样刚好5个颜色。5色的钱很多5色水饺我看过，5型水饺有没有？那个对，那个也很好吃。但这个钱母呢，就是你准备5个颜色的纸钞，然后呢放在红包袋里头，然后你可以放在皮夹里头，或者是存折。就是5型的概念，金木水火土，对，把它当成钱母这样，然后就放在皮夹里头，就帮你招财。那这个别的方式是什么？另外方式就是在开门进来45度角财方位的地方，放上黄水晶，而且我有准备照片，有没有比雨涵的更丰富？你好像更缺钱都有了，真的，连灯也有了，黄水晶有没有看到一个人宝，还有一个那个黄水晶柱？我觉得然后你看到神坛呢，各种那个财神去财神庙请的钱母都在那边。你会不会太复杂了？也有财神爷，你感觉可以买个房子放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我爸放的。我爸就只有那一根黄水晶柱而已，其他都是他的。所以那个什么那个那个金元宝也是你爸的，对我爸的。那个零钱什么也都是你爸的，零钱是我弟的。
你弟的，对，你们全家的财库聚在一起，都放在一起，对，有钱大家一起共，对，一家人，对，一家人，对，到底这个方式对还是不对？这样是对还是不对？还有个方法，还有，可我不知道有没有用，就是过年的压岁钱红包，我都会放在我的枕头底下，然后就放1整年。可能等一下可以问一下老师，对啊，但是要先看你的方式是对还是对，抢欣赏卡牌。好嘞。老师给予高度肯定4分哎，对啊，那克米老师是怎么认为的？我觉得他的那个招财方式基本上整体来说还蛮不错的。那如果回到你占星的命盘来说，因为你2宫就是有在处女，然后月亮是在入2宫，那这样水星合轴下降6宫，所以我觉得其实你再补充的话，就是你在理财或者是在未来追寻就是钱财的方式，可以重视就是收集资讯，收集各方面的资讯，看似小细节无关紧要的，都有可能是会帮助到你的地方。可能是朋友的，可能是工作场所的，或其他人的建议。那学习也可能会是一个蛮不错的方式。对。好，谢老师。其实就是他以他的工作来讲，他是稳定的工作，不是稳定的工作。我们的工作就是不稳定的工作。怎么会不稳定呢？你在电台当广播主持人，电台是稳定，可是养不饱啊，好，所以还是要接对其他的工作。你看戏剧、广告或者是节目都是不稳定的，兼差就对了。对啊，还要兼差啊，所以我很需要。我有认识一些酒店的老板，没关系，那个先等我那个走投无路的时候可以考虑。你先吃宽他情商，还有给去搞个方式了哈。好了，谢谢机遇哦，谢谢，得到好的方式哦。对啊，发大财。这样 case 接不完，对，没错，好不好？好，加油，谢谢大家，期待你的表现。好，什么心意？好嘞，沙哈的这一位，沙瑞，还彭世军带来荷塘的歌曲哦。我们年度总冠军的来。爱是个爱用一头，难变成功。打点这样，只有情路为生的梦想，为生的勇想。爱是个爱用一头，打点生活，理想天空，只了土地，本身的热情，本身的挑战。虽然带点离色，又将春天吹走。爱黑但却慢慢梦，无奈的低头梦，告别了梦想，告别了理想。我心已大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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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已大洋。啊，擦玻璃啊，擦玻璃。玻璃啊，出玻璃，擦桌子啊，擦桌子，出走的呀，出走的，啊米皮奶呀，米皮奶，迎财神啊，迎财神，嘿嘿嘿嘿。虽然带着离愁，又将春天吹走，爱黑但却慢慢梦，无奈的低头梦，告别了梦想，告别了。我心已大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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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已大洋。哎呦哎呦！我是一大洋，一条歌也有客家歌词啊，歌耶，歌耶，很厉害啊！那唱那么起个会改歌词啊，你家会改歌词啊？哎咩，唐豆青豆冇用的经典歌曲拿出来。哎呦，真的哈！好了，有什么撇步来？今日要帶兩個招財方法，招財方法睇一片。哦，啲兩片。睇一片。又係嘅係即個做嘅。用念起來咧嚇，然後前母鎮，有新一張，係新一張。而做嘅方式就係每一年除夕
除夕当天，就是从年三十某一天要到安博，就是白天可以试。啊，摩都处一，就是不要过那个凌晨0:00就够哎，就付唔才，就是除夕的一整天你都可以做这件事。那当然你更讲究，你就去翻黄历。就会有吉祥的时辰，对。那我是比较龟毛一点，我就会去看那个时辰，然后我去挑。也许有省空有1元呢，5元呢，10元呢，按开有后就用10元呢，往那个硬币，12枚。12枚哈，用的就出来哈。推收集好了啊，其实我拢去用吼本钱呢，啊。那去做下用伊个木的煮滚水，啊，我冷水先冰下去煮，盐好冰落去煮啊？没啦，散的时候，散的时候先煮，啊，煮味因为太火必滚，因为必爆了，我糖豆给铜板摕前的滚的声音。我会上瘾嘛，因为超级嘛，不，你糖豆是当金火係咧，因為嗰時候冇昂屬於條流空嘅。乜要昂係，乜要昂係啊。但是較冷的時節哈，聽我再去然後呢擦乾一點。啊，其實在煮沸的那個過程，那個時間不要浪費，你就用你國小的美勞做那個能力，你拿給攤銀沙。去年的本來嘅風暴嘅自推嘅，係用美工刀推，係我會留頓推拆開來啊。風暴推嘅我都把它裁成正方形，就是原本的邊邊角角裁成正方形。OK。然後因為那個硬幣也冷了嘛，你就把它拿出來擦乾之後，把它排得像那個時鐘12個鐘點，有沒有？把它排起來，這樣子。是。把它排起來。可以哈。啊，因為我是怕它會散掉會粘，所以我其實都把它粘起來。然後我每年都做這件事，然後我都放在我家的明財位啦。就是明財位，就所謂進門的45度角，45度角一個直角啊，上面沒有冷氣，不是那種冥婚的冥，不是明天的明，然後或者是光明的明，或者是家裡真的找不太到明財位，我都統一錢母證放在我的書桌抽屜。我自己書桌的抽屜，但那個抽屜我那一層的抽屜我不會去動它，我就不會去動它。那影片係咪帶了？我冇可能帶我生辰八字本太個坑，所以其實我帶下我會摘到我的生辰八字。對，這也係我的招財方法。對，然後來頭看手工嘅幾水人喺度做埋。做嘛？是拿來點嘛？拿來吃啦！真的假？這樣會金屬中毒吧？沒有，那個就是財水，財水我就把它裝在一個容器裡面，然後一樣我也是把它放在那個財位上，或者是家裡有魚缸，我就把它加在魚缸的水裡面，這樣子。讓魚去吃，是不是？這種習，跟魚共生。你家的你們，我家魚很大哦，真的。那給魚吃為什麼不自己喝？哎呦，真的哦，很大又怎樣呢？很大哦，很大呢，養得很大哦，在鰻魚的，你們家養鰻魚，紅龍、鯉魚，會嚇死人的大，對不對？可以很大，真的。這樣的方式，我唱欣賞卡牌。來，哦，哎呦，西服呢？好像是正確的哦，請素文老師。首先冠軍說的話也是對的。冠軍說的話，但他說的剛剛沒有錯，就是那個錢幣，因為要煮到嘣嘣嘣嘣，因為我們象徵叫財源滾滾，就是要嘣嘣嘣嘣，沒有錯。而且它是12個錢母，也象徵12生肖、12時辰，就代表說我們賺錢無時無刻。所以它這個方法是好的。那不過我們在這邊再龜毛一點點提醒大家，就是這個水啊要倒到魚缸裡面，對不對？那但是其實在家裡面，這個魚缸的位置非常的講究哦。第一個呢，這個魚缸不能放在神像的下面。因為這個見水化財。第二個呢，不能放在爐灶的正對面，因為會水火不容。對。然後再來呢，不能放在你常常坐的沙發的後面，因為這個就代表臨頭水，這也比較是不安定、不穩定、財源不穩的意思。所以這3個地方不能放哦。好，然後呢，在這邊素文老師也跟大家分享一個比較簡單的開運方法，因為這個有一點點複雜。那既然過年了，我們就簡單一點。好，那麼呢，就是在你們家的這個
出入门口出或入都可以，因为现在有的大厦很龟毛嘛，前面都不准人家放东西有那个公共管理，那你就是放在入门的地方，就是出或入都可以。你放一张红地毯那个脚踏垫，一个脚踏垫，然后下面呢一定要红色的，一定要红的，然后呢下面放168块的钱币，找得带啊，钱币在那个地毯下面，对，压用红包推嘛，要推好推等，然后呢？这个叫做什么？就是你每天出入有财，这个叫出入有财。那有时候你不小心踩到，很开心哦，对，代表今天财运不错哦。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对，一直踩到它，每天脚出去找它一下，这样子。两种它简单哦。里面放一个，里面也放一个吗？如果你们没有那个特别的规定的话，你想要极致的追求，当然是可以。对对，出入都要踩啊。你真那么缺啊？你跟我讲啊！不是，我想要靠自己。靠，没错。金宇的意思有志气，有志气，对，坚强的女性，没错，更欣赏，对不对？是。每个房间门口都可以放一个红地毯，要铜板冲嘛哈。对，要铜板168两，它简单啊哈，用铜板推的那种。跟观众朋友谈话谈话，这个很棒，很简单，简单又好用哦，168。好，谢谢老师，谢谢，太棒了，很棒，这样油比较简单。对，这个拿回去就放在你那个下面就自己踩。这个要存，你再补一些钱，拿下来要存回去银行里啦。存回银行，要存进去银行，银行不给你存了。这个应该可以买个饮料请我们喝就好了。对呀，120块，好。饮料，他上次得到的奖金到现在都还没有。真的是，共斗俩正经哦，真的对，好，现在啦，我们要好玩一下喽，我抢了你个 Coco 明星上来帮我们大家做个心理测验，测验一下哦，他就要考验他哦，看谁的运势最旺。来，我们来做个简单的心理测验，就是2022年的你的哪个运势比较旺？那这个测验大概列了4个，大部分人都比较在意的，大家都看得清楚哦。你今天进到一家欧式的家具饰品店，哪样商品会让你的目光停住较久？第一个呢是铜制的欧式水晶吊灯。好。第二个是一对可爱的铜样瓷偶。第3个呢是猫头鹰报时的瑞士咕咕钟。然后最后一个是手工制作的欧式壁橱。好，来，想好了没？想好了吗？请选择，来。后面那一排大部分都1，一好多。2只有一个人选。3有6 B 哈，一环还有质疑，4只有伟如跟我一样啊。那我们先看2好了，2只有一个人选的，好吧？来，这个是看什么的啊？2的话，通常在西洋占星里面，我们通常会在第5宫是恋爱宫，那第5宫跟恋爱、兴趣、子女有关。对，它也跟兴趣、嗜好、创作能力，喜欢生小孩，兴趣还是兴趣？兴趣呀，都是兴趣。对，你说那个另外一个性是第8宫，跟天蝎座特别有关。对，那通常恋爱通常是带有一种，因为它是一对，所以我们通常会说，如果你是对这个特别有兴趣，或许感触比较明显，那就跟恋爱会比较有关系。好，是，好，来，那第3个吗？看3号好了，3号只有2个人，还有子瑜，3号是事业。那这是代表什么呢？因为通常在我们占星里面跟事业有关的是第10宫，是摩羯座掌管的。那通常我们知道一个人的事业通常会跟时间，就是你过去累积的东西有关。我们所谓罗马不是一日造成的，那摩羯座非常在意就是过去累积的成果，他也在意就是时间累积，就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东西才是有价值。那所以通常会选就是咕咕钟的人，就代表你或许明年
的2022年的运势，在工作财运上，你可以觉得很充实、很忙碌。那当然事业运就可以蒸蒸日上。有可能只是很忙，不一定有钱。忙不会。现在能够忙，就代表其实很幸福的一件事，没错，很疯，真的。好，3号楼可惜后啦，我跟伟如是4号。我也是。罗哥也是，是不是？那我们来揭开4号，我觉得蛮符合的。真的吗？符合。健康哦，对，这感觉老人就会选择，因为健康在传统占星上是归处女座掌管，对，那它是6宫，那第6宫的事情，它跟那种细节规划，然后整洁干净有关，所以你会选4，就代表你说你2022年的运势会特别在健康或身体上会特别的注重跟在意。那当然，你多注重多在意，你的健康就可以维持的比较好。按然后啊，在细节，因为我们知道身体要每一天的保养，对，这跟在占星上跟处女特别有关系。真的，我现在不求什么，我每天早上起床就是拿香拜拜，求老天爷。求上帝保佑我平安健康就好，真的，我的家人平安，我自己平安健康，真的，没有健康，其他都是什么都没有了，你赚再多的钱也没用啊。好，那我们公开最后一个1号，最多人选的1号，哇，财运选对了，耶！不好意思哦。大家想要财运，在12星座就会想要金牛座。那金牛座象征的金属是铜，对，不是黄金哦，黄金是狮子座。那铜的话，为什么会跟水晶吊灯？要知道它就是因为它在过去就是它只有贵族才能拥有的这种欧式吊灯，在欧洲，对，所以你当然要拥有这样的吊灯，就代表你一定要有一定的财力跟基础和资源，所以你会选这个。代表你可能2022年你在财运上会有所露出和有所成长，这样子有所斩获，恭喜他这个，我只能说不好意思啦。2022年你们会开始露珠了，对，露出，你还天孔，你还逆拱啊，你的健康真的要注意啊，耳朵不太好。是猛扣明星章，哎呀，太棒了，太棒了！我觉得不管什么都好啦，是，对，不管是这个财运或是这个这个事业，或是桃花，那健康平安是最重要的。对，好来，3号来了，我陈皮带来后堂的歌曲来。对，那个呢，在水晶里面啊，它除了叫黄铜矿之外，它另外一个称号叫愚人金，愚人节的愚人金，因为以前的人以前不是挖到这个，以为自己挖到金矿了吗？对，然后其实被骗了，所以它叫愚人金，它在财位上面不能放这个。真的？是饱满，是梦意，是梦意，大家好，大家好，真来了，真来了，做乜嘢？做乜嘢？去買菜，去買菜，去洗身，去洗身，水乜力，水乜力？愛係客家人，相愛學吧，唔過，愛把公開了，愛沒公司人，十包忙，愛用單機嘅，愛把公開了，愛沒公司人，大家好，愛用單機嘅，愛認真。相愛可客吧，唔該。
没贡献，大家好，大家好，我用白你的，爱爱认真，学学吧，希望做的，到大家讲。伟如真的是看起来弱不禁风，但一冲过位，真的就是吸引大家目光。冲不点用啊，他冲色就会要用。你看，头发真的就是人家的这个第二张脸。哦，懂眼。你看，头发今天能弄得蛮帅的呢。哎呀，他上次有听谢老师的建议啊，按摩太阳穴嘛，好像没那么凹了。妆发嘅欣赏对眼动好，对眼动好。对。那。我的财运我想分享，就是这个盐灯啊，就会改在那个其实这你好 Q 的好硬哦。新山讲嘅就是那个45度角，因为那个门有往方向，所以45度角我有移过。那这是盐灯，还有我不用动到嘅钱币，我建议你跟那个。钱币要有买那个瑞士的，因为它不会有氧化。我买一些银币是那个会氧化，久了以后它会氧化，就对了。我也要买瑞士的才该在大钱币，那一颗枫叶币那些，该五个，那是加拿大的。还有你的钱币很多。因为不用强用提防嘅钱币，所以那个穿也还45度角嘛，嘿，所以我刚好，譬如讲，我有港币，我就接到香港嘅广告的配乐，真的要改，哎呦啊，就只有懂后，然后葫芦是葫芦。其实他说他的财运一直都还不错。没有，那个意思讲，很爱有懂得贵人相助因为要不然我有时候也是会刷马桶。刷马桶刷的越干净，突然跳到刷马桶，刷一刷我就接到电话，就V 有表演，哎呦，因为马桶装黄金吗？这个是谢元锦老师教你的呀？是啊，你要先尿一泡尿以后再刷。最后再分享一个机会讲，我发现最重要的是要对人慷慨。所以我去便利超商，我都把我赚的钱没有全部了，就是讲有一点点心力，就可以投到那种什么爱狗狗的或者是爱帮助他很多捐献箱给宠物，本来就是我发现就没有客户跟我杀价了，真的，客户都对我很慷慨，真的就是舍得，你不舍不得嘛，有舍就一定有得嘛，对不对？是啊。对，这真的，这真的很好。你看像欣赏卡牌一下啦看你的方式好不好？哎呦，亲狗分哎，7分5分，Coco 米老师给你满分哎。是啊。Coco 米老师怎么会给到满分呢？我很喜欢我必须说，伟如的命盘很适合当我们占星的，就是范例跟教材。因为你的太阳、月亮、水星、金星都在处女，在9宫，你非常的有处女座的特质。那你刚刚描述的招财方式，不论是刷马桶，不论是你选欧式壁橱，不论是你的照片的摆放的方式，或者是你致富藏书等等，或者是捐钱。都完全符合了我们传统占星上在讲的处女座的特征，因为处女座强调服务、付出、细节、秩序、整洁，所以其实你刷马桶这件事，我那时候看我就觉得天哪，这个人真的超级处女座。我觉得另外一个特征就是常常说，就是魔鬼藏在细节里，是金星处女的模式，所以你对金钱其实也有这样的特质。那捐钱这件事情也很符合你的付出这样的状态。那因为你的2宫本身有土星，所以意味着就是节流和务实的利用金钱的确会是你的强项。对，那只是我会建议你说，就是如果偶尔有那种失误，不要太在意，因为处女座蛮容易钻牛角尖，或者会觉得我会回去查账，说到底问题出在哪，就是他们会想要一定要找到那个问题根源。但如果它只是小问题，无伤大雅的话，那就 let it go 这样子，对，这样会比较轻松。谢谢老师。要懂得放过自己，让自己轻松一点，放松一些。对呀，不会啦。你看他其实也是蛮自在的一个人呐。他超级啊。
对啊，他很做他自己，对啊，真的好佩服哦，很佩服，对啊，很棒，很棒，只见桃花而已，加油哈！希望你明年 case 接不完，好不好？哎呀，好，加油，加油！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多休息，对。哎呀，好，接下来好。好，接下来就在一起了啊！恰卡起待了，然后大家高兴哦。对，你不能讲恰卡起，你要讲承谢佳琪。承谢佳，现在什么时代不冠夫姓了啦？蓝天的太阳可以是。心肝的一朵愛祝福，因為愛，相愛同一起太負，困繼續每晚起伏。草莓風風思想你嘅面風，風本愛嘅心撲通撲通。草莓風風思想你就旋風。經歷還好嗎？草莓風風思想你嘅面風，風本愛嘅心撲通撲通。草莓風風思想你就旋風，風本愛經歷還好嗎？草莓sunshine，有淡淡思中。想念你，微風風思想你嘅面風，風本愛嘅心撲通撲通。草莓風風思想你就旋風，風本愛經歷還好嗎？草莓風風思想你嘅面風，風本愛嘅心撲通撲通。草莓風風思想你就旋風。在问他不该进就好好摸呢，正经哦，他情歌传新生呢，好摸，懂，用上音懂后堂，上音懂后堂，用板后，就是讲甜甜的，声音有勾到你吗？有中音，有吗？有吗？跟嗓音甜到有没有勾到你？你说用梦吃浅糖啊？有没有想要咬一口的感觉？就是讲这样嗓音做对疗愈，疗愈啊！对，他刚好需要舒压呢。欢迎，继续加油！继续加油哦！对啊，对，教学讲长一下嘛哈。承谢佳琪，你好。他嘎起去嘎自己，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去嘎有吗？招财的，招财的方式。我是之前没有研究，但是有个阿伯啊，他就突然来我家，他就说要帮我看我的名字，看我的五行，然后说里面缺金，叫我要带一个红包袋，然后里面装168，对，然后就随身携带放口袋，然后就放在门口，然后拿红色的地毯，然后你就可以踩一下，出入有财。那他叫我放口袋，对，放口袋随身带走。还有他说最好叫我要多看朝霞晚霞。多看那种阳光片洒的阳光，可以增加可以增加财运。他还叫我改名叫做谢插霞、谢秋霞之类的吗？谢秋霞，秋霞聊的名哎，可能不差哦。加油！叫我叫阿哈这样。阿哈。那我自己的招财方法是这边有一些水晶，要顺风掉牙。对，各有各的一个作用。你吃的有差吗？有差吗？你不用捞。有觉得
贵人很多，然后出去人家都多找我钱呢，连2次哦。哎呦，那么好，就觉得财运挡都挡不住的感觉。哎呦，真的哦，你没有拿去还人家？有拿去还人家。你看他真的运气很好。那我们上一次不是那个什么圣诞节交换礼物吗？你看他就是抽到最好的那一个，真的。我刚刚还选到1号哦，水晶1号，就今年有那个财运呢。对，真的呀，对啊，今后呢，因为你的财库来了。然后1号旁边又是桃花，你看刚好，财运有了，桃花又连接着，哇，幸福美满。有什么关系？有关系，有啦。你财运有了，就会有桃花。还有，我可以哈几个逢4。对，老师是怎么认定的？到底对还是不对的？像形3卡牌，哎呦，4分3分哦，舒恒老师给你4分呢。好，在这边呢，先跟佳琪分享2点。其实水晶啊，它的确是很好的，因为它是从我们大地来的深处的能量，所以它应该是蛮稳定的。那可是有2个跟你建议一下。第一个，你刚刚拿的那个黄铜矿，对，那个呢，在水晶里面啊，它除了叫黄铜矿之外，它另外一个称号叫愚人金，愚人节的愚人金，因为以前的人以前不是挖到这个，以为自己挖到金矿了吗？对，然后其实被骗了，所以它叫愚人金。所以我们如果在财位，对，它在财位上面不能放这个，真的，财位上面就被骗了嘛，你要拿去还。对啊，你找错钱，就是其实被骗。所以如果你希望财运更旺盛的话，应该你把它当成是单纯的装饰品，但是不要把它放在财位上面。对，因为其实这个我看过风水，很多人都误以为黄铜矿听起来很好，但其实它叫愚人金，它是愚人金，对，它是愚人金，它就没什么它没什么效用，就对，反而会让你破财之类的，对，或者是容易在那个思绪上面做一个错误的判断，所以在这边的话，搞不好你把它拿走，你更旺哦。对，这是第一点。那第2点的话，就是你刚刚讲那个阿伯的故事啊，其实我想给你另外一个建议，就是如果真的要晒太阳的话，我们尽量是采用那个早上的太阳，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那没有那么的那个能量不好。但就我们武术的观点来说，真的是早起的太阳它才有那个能量，然后而且大家知道日出东方唯我不败，对不对？所以当然就是要到东方升起的太阳才会有好能量哦。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对，谢谢老师。早上太阳那个能量比较强，对，人家早起的鸟儿有虫吃的一样道理，对不对？好 ，OK， 很好的建议，谢谢。下一位，下一位是林丕贤带了一条歌曲。好的。然后有一年就听说补财库的那一天就是去买新的内裤，然后放在家里1年都不要穿。然后因为我听到这个方法的时候，我就去便利商店买免洗内裤，然后我就保护得很好哦，我把它放在衣橱里面保护超好的。然后因为我们演出有时候要出去1个礼拜，然后呢我就有一次不小心就拿到我要补财库的那一个我本来那一天说不定可以中大乐透结果你没有买，就把我自己的那个财库穿掉了。孤单中坚强，每一次就算很受伤也不闪泪光。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飞过绝望。不想给的拥有将将给你的，来看见当一个世界微微有变化，爱的啊，爱一时有双看不见的一个，带我的本爱希望。我终于看到所有梦想
啊，对啊，哈，我唱那么短啊，大家起立致敬啊！对，你今天是女神，不是女神经哦，有男的，来，你的招财法，只有穿红色。对，以前阿公那个年代不是会有那个大家乐嘛，然后我阿公就跟我分享，他有一次就是大发财的方法，他就说呢，就是把那个锅子拿出来，然后抓一把沙丢进去，然后把活鸡放进去，然后活鸡在里面，然后就还会有数字，然后我阿公就真的签，然后中了大乐透，就类似以前的大家乐。真的假的啦？让鸡爪去抓数字就抽了。然后阿公那边旁边写，然后他就去。然后就真的中奖，嘿哦，真的。然后以前人真的很笑哎，这是真的，我是说真的。就好像有人车祸有没有？然后撞到，你想迈起来，我考，这刚刚几号？对，就是类似这样，好像有什么神谕可是真的，因为这样我阿公发大财哎，真的假的啦？真的，所以你们家的主产就是这样来的。然后我自己是因为我有听说，因为每年不是都有那个补财库吗？然后有一年就听说，补财库的那一天就是去买新的内裤，然后放在家里1年都不要穿，然后你就会发财，就会补你的财库。然后因为我听到这个方法的时候，我在排练，然后我就没有时间去买内裤，我就去便利商店买免洗内裤。然后我就保护得很好哦，我把它放在衣橱里面保护超好的。然后因为我们演出有时候要出去1个礼拜，然后呢我就有一次不小心就拿到我要补财库的那一个，我本来那一天说不定可以中大乐透哎，结果你没有买，就把我自己的那个财库穿掉了。所以我到现在都还没什么钱，就是这样啊。对，我突然想，你不要吓人啊！怎么了？我背后有人吗？不是，我突然想到一个更好的，就是我今年听到，今年堂哥对，今年我最新的招财方式就是呢，内衣哦，你干嘛？不要这样，我跟你说，就是你只要拿那个你还买泳帽吗？红色系或桃红色系的内裤，你还戴夫呢？新的内裤，然后你开始许愿。我要发大财，我要发大财。好，然后你帮我拿一下，好，谢谢。然后丢上去，要用头接住。是，请问有100次机会吗？然后所以我没钱，大概是。我觉得因为你听信这种，所以没钱。而且这个内裤是要使用过的吗？没有，他降到了，你就这样哦，你掉下来会没有财哦。继续访问。好，然后好了，我帮他抽到财运。好，来，粉色的大夫可以招财，这是我听剧团的人说的。你们都乱搞你呢？对啊，真的要改。你要等一下，到时候我们客家庄所有的老人家都这样，大家拿内裤，这样很好。最新的一个活动，运动就会天孔。俩运动有一些危险啦，弄给他告。所以阿婆你在做嘛个？阿婆，唐公安有没有钱啊？大概是。哎呦，老师啊！哎呦，是。要请老师卡牌一下，这样是对的吗？这个方法是对啊。看就知道了，舒涵老师1分呢，他给你分数，要我给你0分。没有，他可能因为没有0，所以他只能拿1。清代分的呢，真的是因为没有0分。真的。对，因为在这边啊，第一个我们大家知道举头3尺有神明，对，我们常求神明保护它。那这个内裤，我们的大夫它其实是贴身衣物，但能不能够当做是财库的一部分，我们持保留意见，但是真的不能拿来套在头上，因为还有一个重点，除了举头3尺有神明之外，我们这边有一个百会穴，对，这是一个百会穴，这是一个灵光的所在，对，那其实我们要常说要保持灵台清明，对不对？就是这一边跟这一边，所以你这一边跟这一边用内裤罩起来，你觉得财运会旺盛？我觉得逻辑上怪怪的，晦气一点，对啊，所以买新的啊，对，我觉得他们应该在跟你开玩笑。笑啦，嘿，就是一个戏剧效果是挺好，对，后告，但是真的不要那个弄你干，不要后告听哦。有没有大夫的是，比如说什么反穿或是什么做风色的呀？有的是说，譬如说像本命年，譬如说虎年啊，属虎的人穿红色的内裤，那这个是可以的，就是说在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召望自己的财运，这个可以，或者是大家常开玩笑说打麻将的时候内裤反穿。
其实不是，它这个过程是什么？因为你现在手气很背，你离开这个位置去蹬塞一下这个运，那刚好你要把内裤反穿，是不是要离开这个位置？然后去厕所走一圈，所以它其实目的是这个，不是真的说内裤反穿会带来什么样的意义，而是要你先离开一下这个地方，蹬塞几嘞哈，然后再回来，对，换个气场，也许呢手气就会好一点点。其实是这样子，有可能。对，每一件事情它都有它背后的原因，只是可能老人家一代一代传下来，他那个原因他就说不清楚了。对，也是啦，就是在赌博的时候，什么烂方法都有，什么步数都有，就抽了呀哈。我们哥俩大夫啊，冯氏大夫丢头上是不对的哦，抽了示范，抽了示范，不要乱对了，莫乱对跑，戏剧效果而已。真的，好了，你还蛮适合这一套。好了，快照消息哈。好，现在要来一个测验，这个财运的指数啊，来做一个测验，大家看一下你们的财运指数。好，这个测验呢，我相信大家一定都非常的期待，在2022年来看一下你的财运指数如何，还有谁是你财运上面的贵人哦？谁可以帮你赚到钱多钱哈？那所以这一题大家一定要认真仔细用心选。那在这边呢，大家可以看到4个好可爱的财神娃娃，对不对？好，那么呢，哪一位财神爷啊最深得你心？你觉得你跟他一见面就投缘？你最想要带他回家？这里有4位财神爷，第一位呢，你可以看到他手上就拿着一个财，告诉你我就是财神爷。第二个呢，这个财神爷他好开心哦，慈眉善目的，拿着一个金元宝，告诉你招财进宝。第3位财神爷呢，你看他也是一样哦，他好像是漂浮在半空中，永远都要跟着你一样哦，好幸运的一位财神爷。那么第4位财神爷，你看他身边呢，财气满满，笑得志得意满哦。请问哪一位财神爷最深得你心，让你想要带回家呢？来，请选择。好嘞，3号。好嘞，先好嘞，哎呦，1号没有人选哦。1号没有人选，1号这么的。他看起来太像小朋友了。对啊，大家觉得他没有认真。3号比较是 Coco 米也选2号。好的，是Coco 米也选2号。好的，那我们就按照大家的这个希望，我们先吊一下胃口。我们先来选一个大家没有的哈。好，我们从1号开始，财运科总指数80分哦，而且啊，跟大家恐吓一下，也不是恐吓，这个呢，财运的。你的贵人是你的另外一半呢。那么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电视机的观众选到这一张的话，代表呢，在今年呢，你的财运80分之外，你要多多参考你的另外一半，你还不用的意见哦，听不水大富贵，没错。然后呢，听太太意见，然后参考另外一半给你的一些，那也许另外一半会在这个时候，他也可以给你一些惊喜的答案，让你觉得哇，在财运上面得到很好的帮助。那么在这里，舒文老师要给大家建议，如果你选到这一张的话，如果你现在有想要做的投资，请你要更加谨慎，不要贸然行事，不要追逐梦想，知道吗？有时候梦想离你很远哈。但是如果另外一半说，可以投资，可以投资，那就可以参考。对，要听不嘴大富贵哦，真的爱听不用的哦，真的。好，那么再来呢，我们来看4号的财运如何，还有他的贵人是谁啊？来，真的好兴奋哦！对，财运指数99分，而且呢，你的财运来自哪里？来自你的职场伙伴跟上司哦。所以现在坐在你旁边的全都是你的贵人。贵人好多，对，叫干爹，快点叫干爹。不是你要叫人家干妈。对。好，在这里呢，第一个先恭喜你，是因为你最近财运滚滚来，都是因为你身边的朋友或是你的上司，他们给你很多的机会，甚至呢，你只要出门就帮你把单都谈好了，然后让你有水到渠成呢，然后坐拥江山的快乐。那在这边就先恭喜你，财运99分，躺着赚的意思。对，可是就是这个感觉，有很多人帮他做工，对，有很多人希望可以牵线给他，可是选到这张牌呢，财运旺盛之余要特别注意一件事情，就是工作很累，所以要注意健康哦，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太累了，熬夜啊，或者是忙到没有假日，所以要记得放松一下，释放压力。对。好的，那我们再来。看你最近那水
水肿，没日没夜，真的小心，不是真胖，真的。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现场选3号的朋友，3号，选3号的，我们就要那个来看一下，及格边缘。可是及格边缘这个代表什么呢？代表啊，这个财运贵人是你自己。要去搞哈。那为什么呢？因为代表最近你的心灵是丰盛富足的，你最近对现况有点满意，你好像缺乏一点点往前的动力。那还有一个啊，就是也先恭喜你，因为选到这个牌的朋友呢，也许你最近正在戒掉一些坏习惯，例如说戒掉熬夜、戒掉晚睡、戒掉什么的，你正在戒掉这些坏习惯。对对，你有在戒坏习惯？哎呦，对，我都是每一次都要看到太阳出来才睡觉，但是因为现在年纪大了，有早点睡了哈，真的。子瑜也在戒坏习惯，他会抠肚脐啊。你怎么知道抠肚脐啊？陈玉熙，他抠肚脐这件事情你也知道，对啊，他们不能劈着他嘞。哎呀，太上公会时间有共动。其实肚脐的味道很好闻，很家的感觉。其实肚脐也是财运哎，财运啊，所以要抠它，不要乱抠，不要乱抠。对，好，没有抠了会有那个细菌，有时候那个不好。对，所以在未来1个月，你的财神爷就是你自己，只要自己呢好好的努力工作，那么呢，在未来的2022年呢，我们都是值得期待的。好，那把坏的习惯戒掉了，我们当然就更健康。最后。秦明，你选2号的孩子们，来，1号 Coco 米老师也是2号，金180，大家欢呼，来一点尖叫声，恭喜！好，没错，今年呢，你选到2号的朋友呢，财运财运188分哦，然后在这里呢，先恭喜你，因为啊，你的财运来自四面八方。对，所以呢，希望你之前广结善缘的结果都能够带给你好的消息。那也希望你前面努力的这些部分，大家都有看到你的成长，愿意给你更多的机会。所以呢，在选到这个牌的人呢，你最近真的是又开始觉得你的事业已经要起来了。到了2022年的时候呢，你会有更深的感受，希望你们要把握这个向上升起的机会，好好加油啊！对，观众朋友看出动马开了哈，反正不管出动马还是认真做了，当然啦，要有那些开始，对，才能够结果。哎呀，好棒，3号，对，3号不错啊。不错啊，比如说就是靠自己过，靠自己啊，本来就是要努力一点啊，你心灵会富足，是啊，自我安慰一下。好，来3号了，换谁了呢？3号了，换高后的啦，请听带来后堂的歌曲哦。来，唱啦。彩戏午夜写发铁路山脚过，你老爱阳灯风数天数，想要扛下很多那个地方来看吧。你转头对我笑，披层满山遍野有头发，从黑暗天同爱讲，你没有到终于爱，虽然发斑跌落爱心。诉你心态度 I can show you more 就像2分愛戀嘅心
眼泪发白送阮去，将迄爱的思念，将迄爱的调戏，天地了落发属于some态度。I can show you more， 就像两份爱恋的心情，下地来这浮屠，下地了眼梦中，选择拍摄播放，有痛发来去。超用吧，好听的歌，歌后唱歌后，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哎呦，今年过年没有回家，对呀，因为就是新马那边的疫情就是还没有很稳定，我有点害怕，对，台湾还严重哦，对，非常严重哎，是哎呀，你看新加坡前阵子还那种一天5000例，对呀，新加坡比台北市还小哦，对呀，那个概念有没有？是啊，5000多人确诊，对呀，跟疫苗的普及率更高，所以我们台湾，我们真的生长在台湾真的是很幸福，真的太幸福了，真的，对呀，过年没有公开事情，对吧？哈，过年要开心，对对对，像招财你的招财方法啊，其实我招财的方法跟刚才大家前面有分享的，就是开门45度角正财位，但是我就有摆放蛮大的。为什么大家都知道45度角？可能网络都找得到，节目都会讲。对对对，就是紫金洞，紫金洞，然后当做我的一个聚宝盆，然后我还有流水。流水那个滚那个财源滚滚来的那装置，水滚财，对对对。然后我喜欢的水晶，然后希望带给我不管是人缘啊还是财运的水晶，我都会放在水晶洞那边养着，然后想戴的时候就戴起来。像我今天戴的这个就是就是发晶的这个发晶据说啦，就是它里面就是一根一根金色的发的感觉。哦，头发的发晶，发晶的这个手珠链，对，不晓得这感觉里面有头发就对了，金发有金发，有金发。对，不晓得这样子外国品种的那个筹备那个发片机金洞有没有效哈？每次来都要 Q 一次，今天帮你再多买一张。对，不知道有没有贵人可以出现？再捐100，600了。哦耶！对，不错了哈，你卖1张半了，加油！是，我筹到1000的时候，就钱就给你啊。所以这个方法有用吗？有用？我还不是很确定呢。还不是张呆某才带不久。不用某一句，吗？因为我才筹到600块啊，很慢的。罗哥帮他进度快一点。但是我相信今天应该有机会风生水起了。哎呦，真的吗？今天呢，因为想家嘛，然后带来我们新马一代，好像是40-50年前，就是在马来西亚怡保那边有那个厨师他们去发明的、研发的。厨师发明的。对，就是呢，据说嘛，在农历正月初7是人日，就是女娲造人哦，对，女娲造人的日子，在第7天她制造了人类这样子，然后所以是人日，在这一天呢都会捞鱼生，那象征着捞个风生水起。那因为这个活动真的是太热闹、太喜气了，然后结果初1到15都有的捞对，广为流传就对了。所以今天算传统了，对，大家今天可以学一学，多过2天又可以再捞。还真的，我跟你讲，我每一次这个常到新马去表演嘛，然后有的时候刚好又碰到过年期间，然后结束以后，我就跟乐队老师他们全部就那个事后庆功宴的时候，他们就会弄出一盘，然后大家那边捞生，鱼生捞非常热闹，对。然后它的食材就是像沙拉，对，我是找过来准备的，对，都准备好了哈。对，我们有时候会叫七彩鱼生，就是好多颜色的意思，缤纷灿烂，对不对？都是用一些菜丝，譬如说今天有青木瓜丝，有这个红萝卜。胡瓜有红萝卜，对，有甜菜根，还有柚子、葡萄柚子都有，对，还有腌制的姜丝，然后还有呢，最重要的主角在生鱼片，对，然后还有我们的五香粉，然后还有杞子汁，它就酸甜像沙拉的酱料一样，然后花生粉、花生碎，还有芝麻、黑白芝麻，然后还有呢脆脆的
咬起来有口感的饼干，然后这里用菜脯饼也是可以。哦，真的，全部要倒进去这样。对，等下我们倒进去呢，就要讲吉祥话，然后一起捞个风生水起这样子。哦，这样热闹，所以今天要热闹一下。不知道，真的我们3个也不够啊，对不对？请几位下来一起热闹，请苏恒老师，来，苏恒老师一起来跟我们好，借由苏恒老师的运气，好来，这边有谁自愿的啊？新宇4军好，2比2比，没有举手的是怎样？你们今年不想发了？因为我们俩是吃货，不想发了啊。他们看新宇很缺钱的感觉，对，轻卡嘛哈。哦，好，所以我建议我们就从这边开始，一样。那倒下去的时候慢慢，然后就讲出吉祥话，跟这个食材相关的哦。哦，不是自己先吃吗？不是，要搅拌。我都准备想要。你不要这样好不好？节目刚才不是要减肥成功吗？对，这看起来不会胖哦。然后就是把它倒下去，然后讲一个吉祥话。它是鱼生嘛，你要讲跟它有关的吉祥话。好的，年年有余，有收到。但它有一堆，来，五香粉哦，五凤饼哦，五福临门。你完了，你今年钱倒出来了，你看傻住了。钱多倒出来。哦，钱都满出来哦，厉害！哎呀，吉日在吉日之，开给开利呀！下个见到我们的花生，好事发生，步步高升。哎呦，太棒了！芝麻的话，那就芝麻开门，财神进门。我这个要干嘛？遍地黄金，可以吗？这个菜脯饼，菜脯饼就代表好彩头嘛，对不对？就是财源滚滚，遍地黄金啊！我们可以拿起我们的筷子，然后通常我们那边会说广东话捞黑，那客语要怎么讲？捞起，留起来，来一起撩起来。恭喜发财，新年快乐，心想事成，请给就应感谢了。开利。洪世军，你一直跟我夹同一团是怎样？哦，聊起来，开运了，可以吃吗？可以吃啊，它就像沙拉，它通常是第一道菜。今年特别哦，我们帮你们捞了哈，虽然你们没有捞，我们帮你们捞，然后大家一起挖，好不好？一起挖，风生水起哦！谢谢各位，谢谢苏恒老师，谢谢。太好，真的，这个方式啊，其实安尼客家乡亲呢看到的时候，观众朋友看到也可以这样子，搞一下，你可以放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对，他讲的叫他留完的，留起来。不过台湾嘅欣赏还蛮卡牌的。哦，还蛮卡牌。对啊。哎呦，就是婷婷啊，关于婷婷的那个招财的方式。对啊，像欣赏卡牌啊。对啊。哦，很棒。来，婷婷，麻烦你再出来一下。不好意思，我太开心了。对啊，你看苏恒老师自己有来参与，给你5分。好开心，我刚才又选到那个财运，然后我又188分。哇塞，你今天应该可以集到1000的。对，其实他的招财方式，以前我去新马的时候也是用过啊，用完之后真的回来财运变得很好。对，这真的很有用。然后呢，但在这边只给你一个小建议，就是你是刚刚说门口有流水装置，那流水装置这边的话，我们就是要求不要有声音哦，以免有音煞哦，声音的音煞气的煞，以免有音煞。因为如果有音煞的话，在家里面一直有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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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马达的声音或流水声音，会容易让家人心神不宁或自己心神不宁。所以如果要用这样子的话，你要注意，第一个没有声音。那如果避免不了声音的话，我们可能可以用水耕植物来代替那个位置。好，给你参考一下哦。但是问题是那个水球它就一定要有马达。对啊，所以就是
所以我们通常会用在办公室或者是公众场合，不是居住的。对，因为人多的时候，你不会觉得那个是噪音，因为人来人往，大家在聊天。可是，一旦家里很安静的时候，你会一直被那个声音干扰。对，所以有的时候就会造成心思就是心绪不宁那样的感觉。这个我们都不知道呢。难怪我的房间有放一个了，我还觉得那个水流声好好听啊，结果我都睡不好。你是舒压的。那 Coco 米老师也给很高分4分，因为婷婷是金牛座，那也可以送给就是各位电视节目上的金牛座的观众，这样就是因为金牛座传统上跟感官物质和具体的物品有关，那所以其实还蛮建议就是你有明显金牛座特质，可以收集这样子兼具美感、实用和物质性的东西，当做一个招财的方式。对，那或佩戴任何会让你感到舒服的东西都蛮适合的。那另外一个建议就给婷婷，因为金牛座传统上是守护颈部跟喉咙，所以如果这一年特别，我都会建议说，金牛座如果有会保养你的喉咙换颈部的话，其实对你的刚好你也是从事艺人的这样唱歌的工作，会对你会比较好。对，谢谢老师，对，要保养好。对，真的，喉咙身材起居是我们的生命，对不对？是，这一定要今天收获好大，真的188分，对啊，然后又赚了100块，对啊，好，试试看，试一试，好，下次我们就知道。谢谢，好了，回座休息，好了，好了，沙好了呢，沙雷曾志怡带来后堂的歌曲，好嘞，好了。亚家生命灵数还有 TP 共斗啊，就是那些赌斗我们后给事情发生法，你就是要往外绕3圈。如果赌斗懂后给事情，觉得说给你这边懂后呢，就嘎往内绕。对，所以我刚刚看到林万全，我就赶快往外绕。对，空斗就哈斗嘞。原来是爆哎那样，还打嗝按了一下，是爆应该你也爱用还要反刍吞下去，这个东西就这才正确出来嘞。来，什么？现在很活跃，应该有不错的招财方式。有，因为俺妈妈非常的迷信，嘿，古时候俺就系天天俺跟妈妈出去学习，其实大家都有谈到，总唔得开门见灶诶，就是不可以开门见餐桌。是吗？是这样吗？那如果家里很小的那怎么办？就是套房式的，你就会设计一个玄关，可能讲你那些人嘅间房非常的狭窄，你这样一批就看到了，你就会用一张那个可能鞋柜呀，还是那个铺帘啊，没事做的，茶凳椅。冇错，因为前头你就讲，你示范给做的呀。你是跟谁学的？张维忠吗？我妈妈。妈妈。因为
你就跟我示范个做嘅，就人哋嘅財庫，係全部看人嘅財庫。嗰時候中日本人講哦，印尼本就看到咧，嘅財庫就走出去咧，嘅錢就走退。再講一位我媽媽真嘅非常嘅明星，嗰時候佢係 TPA 啲副卡啲都按神明，就係按嘅富爺。富爺，富爺，只拜虎爺而已。咁我佢還要按青島嘅神明嘛，個北宮啊，還有觀音娘娘啊、媽祖啊。莫自己，莫自傲，實在阿伯窮皮婆。可以當這麼多神明？冇啦冇哦，真嘅要按青島嘅神明，韓國家下有人有展示給他紫色水晶哦，就是家禽啊，媽媽青島炸，佢其實佢用是按神明嘅是很特別強嘅師傅，就來做飯嘛。按神明嘅時會按嘅富人下輩會搭，一開始下輩會變為炸，就是算是那個紙錢，就是我們要按之前要按到上面會有那個紙錢，然後就要這樣子扶着那個神明，還有紙錢，扶到那個桌上，然後那個紙錢你就可以拿走。然後給我虎爺一般不是要放在那個神桌下面嗎？對，他是把它擺桌上，我這麼幹呢？奇怪呢，我去廟裡拜虎爺，基本上都是擺那個下面對吧？但他們欣賞。我估說給我是給紙錢啊，給師傅就講誒，佢就本來一種誒，媽媽一種，給種誒就標定誒嘅卡棒，就錢包底不會多。韓國誒氣家嘅開運小物就會壓榨東西。韓國呢壓係生命靈數，就會有特別種誒嘅。生辰，還有我出世嘅時間本身上，時常就都得算出來過後，就說幾顆？我唔知呢。那你生命靈數啊幾顆你不知道？我按到你也是蠻囫圇吞棗的。對啊，要不然你至少要放個影片呢。你可以放個108顆啊，那是最吉祥的數字。那這樣可能要串到脖子哎。那也要脖子串的。對，每天在算。那就講你欠嘛，該給別求你算啊，你缺什麼就給你補什麼啊。這樣子。因為我剛剛給神啊，就是你要招財嘛，我氣甲跟上班係講是綜合的，因為那係有幾費嘅話，就會有條路，有條路嘅話就會有錢嘛。古時我剛剛愛求法，我全部都會求。有幾費你冇100冇咩冇條路啊？係啊，對啊，係啊。但用嘅想法咪錯啦。有幾費你知道100我有條路，係啊，對嗎？一個都不放過，全盤都要。就是你們招財的方法啊，有用嗎？有用嗎？我覺得我一次來用。都懂後呢，知道佢清後咧，都懂後新上推嘅新生代的一個主持人，清後良，一直都會讀到後年。韓國其實亞家生命靈數還有特別講到啊，就是那還讀到我們後嘅事情，快些發，你就是要往外繞3圈，就是出去。啊，如果讀到懂後嘅事情，覺得說哦，今年真嘅懂後呢，我就嘎嘎往內繞。對，所以我剛剛看到林冠群，我就趕快往外繞。對，看到就好。林冠群躺着也中槍一下，哎，他那個太恐怖了，對，就專門收集一些那種還要打泥人的，對啊，那怪人真的是，給他封建他的風格，哎，到底對不對？我們問一下老師。欣賞卡牌一下，來，哇，評價按國哦，對啊，哎呀，蘇文老師給你5分，Coco 米老師給你4分，周馬給你1分吼，他可能有一些建議要。Coco 米老師，來。好，因為雖然子瑜是你是太陽雙魚，但是你的二宮宮頭是獅子，所以代表你在錢財的觀念上其實蠻有獅子座的特徵，剛好呼應你剛剛講的虎爺的這個部分的象徵。那因為我要給一些建議，就是因為你太陽是雙魚在9宮，所以我會建議你就是可以有一些藝術。音樂相關藝文類的東西，比如說在家裡放藝術的照片或是畫作，最好是跟水或者你的太陽雙魚相關的，或是有這樣的書籍，其實我覺得可以增加一些開財的方式。謝謝老師。我要問一下蘇鳳老師，剛剛有什麼進門看到餐桌啦，哈，還有那個虎爺擺在桌上、神桌上，這都咁對？第一個啊，進門看到餐桌啊，當然如果我們坪數夠的話，是會避免的，因為不是你媽媽說的對，這是一個財庫的位置，所以第一個我們會建議呢，餐桌不要有破損，就是如果那個餐桌有了 key 嘎啊，或者是有壞掉的，第一個我們要趕快把這個餐桌
换掉。那餐桌上面我们也建议说可以摆一些平安的水果例如说凤梨啊、橘子啊，然后或者是苹果，希望可以帮家里面的人都带来很好的财气。对，靠哦，对，靠。那但是呢，你说现在因为坪数真的是没有办法，它有时候很难比。那你会发现，如果我们一开门就看到餐桌的话，那一家的小朋友有的时候读书会比较容易偷懒。所以你妈妈说要避掉餐桌其实是正确的，对，所以这刚刚偷懒，对她怕你偷懒，所以她现在帮你养得很积极、很认真、乐观向上，对，所以我刚刚才说给5分，是因为给妈妈这个5分，妈妈是对的。那刚刚说虎爷的部分，我也是有看风水的时候也遇过，真的他们家什么都没有供奉，只供奉虎爷，而且那个虎爷还摆得非常高，真的对，所以其实是对，因为其实他也是神明，那刚好只是那时候他在跟福德正神配祀的时候，他甘愿就是那个叫做照顾福德正神这样子，但其实他也是真神，尤其是黑虎爷的话，那么他更是一个正财神。我们家是黑的，他就更是正，他就专门来帮你招财的。那刚刚你提到那个，其实他有一个压轿金的概念，那个纸钱，它有这样压轿金的概念，所以它戴在你身上是稳定你的财运。非常的好。妈妈说的是对的，对，所以听妈妈的话都没有错。妈妈的话，别好啦，没事。听妈妈的话就会发财哦。真的，好了，云思清火。哎呀，他最近也真的一直都很好啊。那各家电视台因为主持按多到节目，哪有你的？你就按多年嘞，真的哈，别露浅低啊，真的有赏哎。一起加油啦！一杯卡卡固就是你的啦，好不好？戏棚下站久了就是你的，好不好？加油，加油，加油！好。非常消息哈，好了，杀好了，嘿，总把钳带落，后堂的歌曲哦，唱完啦。韩国河巴，生命的安多沙，韩国树下。做了给路人甲，寒西伫了到夜到做，不知鼓励又激动的。韩国西路变得爱人做，韩国天休亲像无人照顾，寒西伫了到上高。几多春夏秋冬，比过冬啊是啊，比过天地，比你爱又到了你的眼里。不管行北行南，行到哪位去，行下无空的最想会转去，比过冬。是啊，都是假假咪，比你爱又到了你的眼里。不管行呀行到哪里，我敢永远的心里。不管行呀行到哪里，我敢永远的心里。哎呀，你歌手来着，狗鼠啊，歌手啊，人生真的很不公平啊！你看，学历又好，双博士，对不对？也没有，歌又唱得好，歌又不错，又会主持，对啊，他长得又帅，对不对？没有长得就真的还好啊，是吗？不能太完美，不能死全。本来想把这句话画重点，真的，自己框红线的。有什么招财法？好，其实台家讲的让爱圈差不多了哈。我跟大家讲，就是开门45条这个爱美酒，过来现分享一下哈，在签报的地北都会空嘛东西，给大家看一张图，这些全部都是我当日签为水线带点的。
你当然随线哦，所以这个钱包的厚度这是平安符嘛？对，这个是到台湾的 C， 这个四处各地哦，把公秒 Q 了一改，哎呀，然后皮夹里面都没有钱，都没钱，只有信用卡。对，还有发票，那个上面还有指南宫求的福啦，那个把公 Q 的这种钱母啦，这个都是钱包全部要携带着的。难怪呢，难怪哦，难怪活动真超多。哦，我们想要用我讲一个大家刚刚都没讲过的，那就是100个浮线。福仙是不是？福仙，求那种魅力值的哦。福仙一般的女生去求，没有。艺人明星挺潮也可以 Q 狗哦，对，带桃花，你一定要去求过。我就是因为台湾吗？在台湾？对，就在那个长春路该片。哦，有，长春路该片有见。那不是四面佛吗？四面佛美酒哦，你讲的四面佛应该是一个泰国去 Q 改。对，狐仙我求过之后呢，我就接到该中国大陆该节目该地方。哎呦，如果该那个你该讲泰国那个四面佛啊，还是接到该一家之主。那时候我求。哈嘎天使的节目，我就求说我的月薪最少要达到几度？哎呦，真的有达到。我连还因为几天啊，魔法图会转体那种要还愿，对，我就通通。怪给疫情这样子，但是我觉得狐仙有，不那个四面佛有继续帮助到我。该韩妹大家就讲到该指南宫，指南宫，哎呦，我真的有去求金鸡母回来哦，哎呦，你还求得到哎，很棒，求得到哈，来台个款下的相片哦，这个金鸡母，我还帮他找好朋友嘞，跟顺丰还有该这麒麟，哎呦，麒麟，该这麒麟哦，那个嘴巴有咬那个钱币啊，然后前面摆的该米啊、捞水啊，当一圈来玩呢。哦哟，每天很轻易当年都玩哦。记得很安用讲啦，不过我说实在，当年哈日挺去玩啦。哦，日挺每个月是有换啦，因为有时候会忘记嘛。对呀，每天换。对呀，因为他工作太多了。摸啦，但是我讲一个真的是我妈自己试过有效的。艾佛卡哈自己小时候带到艾佛卡哈，他有买一只马，是雕像的那种马。他在马上面表签，不用钱。他说这个就代表4个字，上面吗？叫做马上有钱。哦，你爱用白日还有哈。他只是一个小小上班族，让他爸爸穷哈，全可以上班族，但是呢，到台北到市中心卖了3件服，哇，哎呦，不得了。那你就不用做了啊，你不用奋斗啦，对呀，市中心3间房，我也是这样子勒索我妈的，还是你自己有6间房，但是我发现真的小小的 people 又好哦，像是在家里面呢，角落摆一些钱币，还有我发现这个好像也都是有那种四处有钱的感觉，四处有钱，其实方法蛮多的啦，因为我自己本身还蛮爱钱的，我每天都被你洗版啊，真的吗？我都有帮你按赞啊，哎，谢谢吉娜姐，但是我做的那个今天就想说提撇来问一下线上，哎呦，躲在又好也感冒好，哎呦，先唱欣赏卡牌，请举牌来，哎，64分，这么不吉祥啊，两位，不会，事事如意，哎。第一个呢，博谦的我们都说他的方法很多嘛，那总是乱枪打鸟必有一中，好啦，开玩笑的。那当然第一个我们就说狐仙跟四面佛这。的确是要记得要还愿哈，而且第一个就像譬如说四面佛喜欢歌舞，你可能就还歌舞对，然后狐仙的话要喜欢麻吉，对，还有鸡蛋跟鸡肉，对，像这些就是你要按照他喜欢的去还愿，可以让你的运势更好。因为像我有一个朋友，他就真的是去求了四面佛，然后请他给他很好的工作，那四面佛果然也是如他所愿，就他开始工作的时候，一开始还是顺风顺水，就后来呢，他就发现他的长官开始挑剔他，然后旁边的那些职场小人就一直在后面给他吐剑，他就在想，就怎么会这样？明明都一开始都好好的啊。然后我们大家在聊天的时候，他才猛然惊醒，他忘记还愿了。对，就他就哇大惊，你知道吗？马上就赶快冲去，然后就是也是歌舞啊，感谢四面佛，谢谢啊，请他继续保佑等等。结果后来呢，又好了。对，所以非常非常的要记得。那就这样问题想问一下，到底还愿的有期间限制吗？还是只要一打
到就要还愿。其实理论上它是没有很大期限限制，但是我觉得我朋友是忘记了，我一直有脑袋里连这个念头都没有。对，所以你心意还在，有，对。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比较不一样，因为他老人家是忘记了，对。他知道你叫老人家吗？他现在就会知道。我想问一下，因为我应该可以提台规 Q 哎，我可以在台湾来还愿吗？他其实现在有那个，你知道他可以跨国 WiFi 连线，然后你就是汇钱给他，他会直接可以你认真吗？正经哦，我认真啊，这是真的，这是真的啊，可以这样子，是啊，捐个然后台湾还愿10万泰铢过去，对啊，你就汇钱过去，他就会帮你，譬如说你要2个、4个、6个，他就帮你安排，然后他还会录那一段影片给你啊，然后他前面就会唱歌，然后就是念你的名字啊，对啊，真的你拜拜要拜到 fashion， 可恶，你把我的借口讲走了，没借口了，我现在要拜到 fashion， 那你干嘛问？我就想说网络有空，对，要跟得上时代这样子，对，然后像这边的话，第一个我们刚刚说就是要记得还愿，还有你刚刚说那个金鸡母，我想问一下，你的麒麟只有1只还是1对？1只。哦，那我建议你要再帮他找一个伴哦。为什么？因为麒麟、凤凰这些都是1对的。对啊，所以我跟他金鸡母啊，好朋友啊。他们是跨物种之恋。罗哥，你可以帮我就是稍微安抚一下他的神智吗？认真物种要高学历的人，他们思维真的就应该还没讲麒麟跟凤凰嘛。我想说金鸡母也像凤凰。不是，我问你，那你打那个扑克牌的时候，1胚是怎么样？是不是同物种才会1胚？知道吗？是。我嘎达，3公尺而已，听不清楚吗？再去找一只麒麟，然后让它配对，你就会旺。就像佳琪跟伟如这种概念。我懂。那再麻烦张妈去抓1只回来。对。妈装的好，加油！大家哇，这么有才华的人，一定不得了哈！对，记得还愿，好，没问题。所以讲真的啊，所以那不要按看到神明啦，没有啦，就按到我拜拜嘛，但拜莫乱许愿，对，因为乱许愿有时候真的会忘了。老人家有没有？他讲的老人家有时候会忘，他记在行事历，就会忘掉啊，忘掉你没有还愿，他到时候对你也是不好的。对，就是有时候看到庙宇啊或者什么啊，拜一拜就是我跟你请个安，问个好，这样子就好了。今天讲到这么多的这个招财的法宝，说真的，他做在做残酷了。来试着看看。但是你这个招财，你如果不用心努力工作也是没有用，好不好？基本还是要靠自己，努力，好不好？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告一段落了，希望。大家好，新年快乐啊！年初啊！对啊，希望大家真的今年真的顺利利，安台湾的疫情夹过去，大家全部太赚钱，太发财！新年快乐！等下你节目喊你公告比赛大家来报名哈！大天发雷浪966667浪浪6浪，还有传承天发浪11777棒132等台几个大天发。对啊，希望大家一天都准时收看的节目啊！今日多谢所有观众朋友收看以外呢，多谢2位辛苦的老师，谢谢苏文老师还有邝克明先生，谢谢，新年快乐！谢谢大家，还有我们10位招财小达人，今年旺！新发旺！什么小康行商，还有公司行商，老师们，新年快乐，辛苦了！今天上了公众演员，辛苦嘞，新年快乐！下礼拜我们记得一天都准时收看的，老年大擂台，老年强下来，再见，拜拜。